恆域路運城民航處機場顧運服務路線 FX1， 恆域交通局編號905，由路運營辦，循環來往機場及民航處，途經路運城。歷史：2026年1月24日，配合恆域國際機場擴建部分啟用 ，FX1 線投入服務。收費：全程收費，免費。收費備註：此路線只限路運城 Fresh Air 民航處及機場員工乘坐，上車時必須穿着公司制服或向車長出示員工證。用車：此路線使用路運旗下 Fresh Air 的地勤部門之巴士車序行走。此路線共獲派3輛 Enviro 200mmc A01 至 A16 單層巴士作掛牌車，間中亦會出現斯堪尼亞 KJ10IB S16 至 S19 旅遊巴。